国际消息，咱要来看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到打是要斗来斗去。前顶礼拜六，以色列空袭贝鲁特，造成29个人死亡。隔两天，真主党发射差不多250粒的飞弹来反击，而且迄一暗，以色列各一届空袭贝鲁特，造成1个人死亡。后面的外交部长访问贝鲁特的时阵讲，都要甲以色列施压，挺好接受美国停火计划。 以色列24拜日暗时继续空袭黎巴嫩贝鲁特，这是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报复反报复行动当中上新的一件。进前，真主党才向以色列发射250粒飞弹，也是真主党几个月以来攻击上凶的一摆。以色列军方表示，特拉维夫附近的厝有的被毁，有的都火烧起来。前一礼拜六，以色列伫一摆强烈空袭贝鲁特当中造成重大死伤。被下集的后面外长普瑞尔表示，美国提出的停火计划，来等以色列点头。We must pressur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aintain the pressure in Hezbollah to accept the U.S. proposal for a ceasefire. This proposal is pending with the final agreement with the Israeli government. 这摆外交注重伫经济联合国安理会第1702号决议重新定会，结束2006年真主党以色列战争。真主党将伊的战术撤回离黎巴嫩边境差不多30公里的所在，黎巴嫩军队部署伫完全区内。美国特使哈克斯汀19访问黎巴嫩，甲当地官员参详一项大部分已经得到黎巴嫩方面支持的停火计划。哈克斯汀了后去以色列，甲总理纳坦雅胡甲国防部长卡兹见面。时阵，一个无出名的黎巴嫩外交官表示，这谈判有进展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